到不同的免费中奖活动，有的时候 iPhone，有的时候去星级饭店、这些电子都非常吸引人。但这其实都是诈骗集团发布的假讯息，目的除了要收集你的个资之外，会用假的特殊来电通知你已经中奖。要领取奖品，就要先缴交会费成为会员，再支付手续费、税金等才能领奖。这其实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法。在这边要呼吁听众朋友记住两大小秘诀，就是抢到钱就是诈骗，千万不要相信，赶快将对方封锁，不再被骗连结，就不会落入圈套，不会被骗。有问题请早日诱让我们警察来协助你保护财产安全。台东市政府警察局第2分局关心您。